2024-2025學年才藝匯演即將開始。翠兒姐姐啊，我想問下咧，我哋今日節目咁多，我哋有冇啲乜嘢場刊可以俾家長睇下㗎？當然有啦，家長可以攞翻手上嘅門飛出嚟 ，scan 上面嘅 QR code 就可以查詢到我哋今場嘅場刊。哇！真係好方便喎，但係咧，我亦都知道咧，有啲家長因為翻工啊或者其他原因冇辦法嚟到現場咧支持小朋友，同埋咧可能未來咧佢都會想重溫小朋友嘅精彩表演。咁有冇啲乜嘢方法可以俾佢哋做到呢件事咧？有啊，我哋咧會將今日嘅片段上傳到去 YouTube， 大家亦都可以喺 YouTube 嘅平台查詢到我哋今日嘅現場直播。係啦，咁相關資料咧已經通過呢個企業微信咧發咗俾大家啦，咁大家可以咧了解一下嘅喎。好，2024-2025學年才藝匯演正式開始，讓我哋為大家介紹今日嘅嘉賓先。今日嘉賓分別有校監高燕常女士、校董鄭文玲修女、校董趙子珊女士、家長校董梁東晶女士、歐志權校長、各位嘉賓以及在場每一位家長，早晨，祝你哋平安。現在有請符正文老師為我哋帶領祈禱，有請符先生。請各位起立。我哋準備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聖馬大利納加諾撒聖德超卓，一生以在謙遜中行仁愛，在仁愛中行謙遜，虔誠地事主愛人，讓更多人認識天主，愛慕基督。會組更重視培養青年內心嘅喜樂，鼓勵佢哋善用天主嘅恩賜，發揮佢所賜予嘅才能。讓我哋特別祈求天主祝福每一位參與演出嘅學生，能自信大方咁展現自己努力嘅成果。亦都盼望我哋今日嘅才藝匯演當中，無論係演出者或者係觀眾，都能夠感受到你嘅臨在。而家就讓我哋一起誦念天主經，以及唱校歌，開始今日嘅活動。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阿們。在故交椅共度的維羅納，來像一顆潔白美麗的花。他見人以勇敢地工作着，教會國家家庭敬禮他。馬大利納加諾撒多讚頌你，讚頌光榮寬富麗的維羅納。聖女馬大利納加諾撒，聖女帕基達，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請各位坐下。今日
喺呢個舞台上面，我哋聖馬大利亞學校嘅小朋友將會展示自己喺嗰個興趣班同埋潛能班入邊嘅學習成果。我諗大家都好期待睇到同學仔嘅精彩演出。喺節目開始之前，等我哋嚟做一個自我介紹先啦。我哋係今日嘅司儀，我係翠兒姐姐，而喺我身邊嘅呢一位呢，係黃老師。好，大家好，我係黃老師，多謝大家。今日呢，我哋再次回到呢個表演場地，除咗同學仔1年以嚟嘅進步之外呢，我相信大家對學校嘅近況同埋發展都好感興趣嘅。而家我哋有請歐志權校長為我哋致辭。有請歐校長。尊敬嘅校監高燕祥女士、校董鄭文薇修女、廖子珊女士、梁東忠女士，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各位小朋友，大家早上好，祝你平安。歡迎嚟臨聖馬大利亞學校每年一度嘅學生才藝匯演。喺呢一個璀璨嘅5月天，我哋一同懷住滿心嘅歡喜咧，共同期待呢一日嘅嚟臨。今日嘅舞台咧，唔算得燈光好璀璨，但係孩子們眼中嘅光咧，卻係最亮嘅星星。佢哋唔需要好華麗嘅服飾，因為自然嘅歌聲同埋舞步咧係最美嘅風景。喺呢一度，每一聲嘅童謠都係成長嘅印記，每一個動作都係自信嘅問題。幼稚園嘅小朋友，你哋喺邊度啊？好啊好啊，我見到你哋啦。你哋知唔知啊？當你哋喺教室反覆練習舞蹈動作嘅時候咧，老師睇到你哋嘅堅持。當你哋拉住小伙伴一起排練嘅時候咧，老師睇到你哋嘅合作。當你哋靜悄悄將演出服好整齊咁搭好嘅時候咧，老師睇到你哋嘅責任。所以今日無論表演係咪好完美，當你哋能夠站上呢一個台，我哋好欣賞你哋嘅勇氣，已經係最值得所有爸爸媽媽、老師俾你哋熱烈嘅掌聲。今日呢個盛會更離唔開家長你哋嘅守護。家長們，你哋既要辛勤嘅工作，亦都要照顧孩子日漸長大嘅需要，可以話係同孩子一同學習、一同成長。相信今日你哋睇完自己嘅孩子、小朋友嘅表演嘅時候咧，都會慨嘆：我嘅仔、我嘅女真係長大咗唔少。係啊，真係長大咗唔少。喺呢一年咧，我哋見證住小朋友嘅成長，見證住咧小朋友喺家長你哋嘅愛嘅關懷底下咧，漸露光芒。咁每當節放學嘅時候咧，咁我睇到小朋友見到家長嚟接佢哋嘅時候咧，嗰種嘅開心咧，印證咗我頭先講嘅説話，讓我哋更加堅信教育係愛嘅共育，成長係愛嘅交響。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哋始終秉承每個孩子都係獨特精神嘅呢個理念。我哋可能有啲小朋友佢係唱歌嘅聲音好清澈、好清亮，有啲好中意塗鴉，有啲會好靚嘅積木砌出好奇妙嘅萬千世界。呢個正係我哋才藝匯演嘅目的。我哋唔會去比較，我哋更加都係見證小朋友嘅成長，不求專業，只願點燃興趣嘅火花。喺呢一度，我都希望特別感謝我嘅教師團隊嘅辛勤付出。你哋將彩排變成遊戲，用耐心化解緊張，甚至為孩子作舞伴，不斷同佢哋修改舞步嘅動作。呢個時候，我都希望借各位掌聲獻給辛勤工作嘅每一位老師。喺一個講話
嘅第二部分咧，頭先司儀咧就話要介紹學校嘅近況同埋未來發展，所以咧我亦都準備咗學校嘅一啲未來發展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幼稚園咧，大家都知道我哋通過活動教學啦，去到培養學生嘅5大能力。未來咧，我哋仍然以活動教學同呢5大能力咧係作為基礎，我哋會不斷因應孩子同社會嘅需要咧，為佢哋創設更加多更符合現代教育需要嘅元素。喺新學年咧，我哋會開始強化我哋幼稚園小朋友嘅英語嘅一個口語嘅能力。咁我哋亦都咧喺今年咧就係投資咗一部分啦，咁我哋會讓我哋嘅老師咧去參與英語一啲專業嘅培訓啦。咁喺下一個學年咧，我哋會開始將呢啲嘅英語嘅一個課程咧，慢慢有序地咧滲入去我哋幼稚園嘅課程當中。嗱，呢個嘅目的係希望慢慢我哋幼稚園嘅小朋友承接到小學同埋我哋即將開辦嘅中學咧，為佢哋創設一個好好嘅基礎。另一方面咧，我哋會開展咧 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 呢一個專題式教學嘅一個實施可能性嘅探討。咁我哋會去走訪一啲有校啦，咁啊了解下喺幼稚園開 PBL 嘅我哋需要一啲嘅咩嘅條件啦。咁我哋會慢慢去到思考 PBL 咧，好重視小朋友喺問題當中解決問題嘅能力，佢哋嘅探究、佢哋嘅合作、佢哋喺真實環境當中點樣解決問題。各位家長，如果喺下一年咧某一日小朋友帶咗問題翻嚟問你點解決嘅時候咧，可能佢哋已經開始緊 PBL 嘅教學。咁啊，如果小朋友問到你嘅時候咧，希望家長都可以能夠幫助到佢哋。好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咁大家喺熒光幕睇到啦，咁我哋咧小學啊都有唔少嘅改革喎。咁不過咧，由於今日幼稚園場啦，咁我淨係講一個比較重點嘅，呢一個咧亦都喺之前咧都承蒙各位媒體啦，包括港視佢哋嘅關顧啊，咁喺佢哋都會介紹咗我哋呢一個計劃嘅。咁呢個計劃係乜嘢咧？其實咧，我哋喺下一年喺小學小1到小6咧都會增設一堂體育課。呢一堂體育課內容咧係專係課學生體適能。大家都知道啦，今時今日學生嘅健康、學生嘅身心健康係我哋教育工作者或者家長最關心同埋社會需要面對一個最重要嘅議題。咁所以我哋會通過學生體適能嘅培育咧，去改善學生身心健康。咁我話呢個計劃我哋會點樣做嘅咧？咁啊，首先咧我哋會添置咗一系列嘅電子智能設備，咁一陣間都會俾大家睇一睇㗎。咁我哋會對學生進行體適能課啦，會進行定期嘅監測，監測咗嘅數據咧，我哋會進行科學嘅數據統計。呢啲數據咧會有助我哋改善學生嘅體質，我哋體適能課程嘅編排。而呢啲數據我哋都會分享俾家長。咁家長睇到呢啲數據嘅時候咧，其實都要俾大家知道咧，原來我小朋友嘅健康狀況係點樣。家長同我哋一齊交流合作去努力，一齊將小朋友嘅健康體質去做好嘅。嗱，具體計劃係點樣咧？咁大家會睇到啦，熒光幕上邊咧，我哋會有一啲設備會點樣做啦，體能評估會點樣做啦。咁俾大家睇到就係話，我哋唔單單係有一個智能設備帶住喺度 mon 到佢嘅心跳， mon 到佢做運動時候嘅體能嘅變化。我哋亦都會做一啲定期嘅測試，睇睇佢喺每個學年，小1到小3、小4到小6、中1到中6，佢哋嘅體質嘅健康會唔會持續係進步？嗱，呢個就係我哋成個計劃嘅目的。所以呢個計劃係由小1到高3嘅。咁係一個12年嘅體質追蹤計劃，家長會收到呢啲資訊。當然啦，喺開頭嘅時候咧，容許我哋嘅同事咧一步一步嚟，但係下一年會即將開始。好，我哋睇睇下一個 PPT。嗱，下一個 PPT 咧，你就會睇到啦，你會見到佢哋隻手咧係會帶住咗個智能手錶嘅，帶住呢個手錶就會 mon 到佢哋嘅心跳。喺鍛鍊當中咧，我哋就會知道，如果呢個小朋友嘅心跳過高喎，減慢嘅。如果呢個小朋友心跳都未達標，即係佢仲有好多空間，我哋可以會練多少少。嗱，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做到因材施教，照顧到個別差異。中間咧，你會見到做緊折返跑一啲跑動嘅練習。你哋嘅右手邊係會做緊一個肺活量嘅測試，肺活量係好有一個反映到我哋心肺功能其中一個最基礎嘅指標。呢啲數據就會話到俾我哋聽，未來我哋喺小學甚至中學嘅小朋友，究竟佢嘅身體素質健康狀況點樣？咁我哋好清楚，咪知道點樣去培育我哋嘅學生咯。好，唔該，下一張。嗱，頭先講嘅一路上堂一路睇住個心跳，就係我哋會有呢啲智能嘅跳繩啦。咁咧，我哋嘅學生咧嘅數據，老師就會揸住部 iPad 一路上堂，啦，唔好意思，一路咧就睇住學生做咗幾多次啦，心跳幾多。下一張唔該。嗱，呢個就係做完之後成班數據嘅分析，我哋會掌握晒整班嘅情況、全校嘅情況。
攞呢啲數據咧就係做我頭先剛才嘅分析嘅。好，唔該，再下一張。嗱，呢一張就會睇到啦。咁呢一張係一啲統計數據啊。嗱，我哋會有咧就係呢個健康表，即係話我哋學生嘅數據要寫喺呢張表上面。咁你哋右手邊嘅咁多點點數小數點後面嘅字係咩咧？呢啲係一啲統計學嘅數據。原來咧，當我哋統計咗之後咧，我哋只要抽出任何一個小朋友，我哋會知道佢嘅體質某一個項目喺全級同年齡將來發展到我哋教區學校喺全澳門佢屬於咩嘅位置。如果你嘅小朋友屬於係高過 average 嘅 ，OK 啦。咦，但係唔係喎，低過 average 喎，咁係咪我哋需要再同家長一齊傾下，加強少少？嗱，好科學咁話俾你聽，你嘅小朋友需要加強啲乜嘢？呢個就係未來體適能計劃一路發展成個願景會係咁樣嘅。而呢一套設備咧，我哋已經購買咗㗎啦。咁所以已經都測試緊嘅。所以咧喺下一個學年，我哋會馬上開始應用。好，最後咧介紹完呢啲設備之後咧，翻嚟今日嘅表演啦，因為今日先係表演者，先係主角啊嘛。咁我都要請大家咧，今日各位家長咧，你哋咧需要稍稍咧放下對完美表演嘅期待，更加應該用發現嘅眼睛啦去捕捉童真。當小演員忘記台詞嘅時候，呢一個係珍貴嘅臨場教育。當舞蹈隊形突然變化嘅時候咧，可能呢個又係好有創意嘅一個特色嚟嘅喎。所以讓我哋用最大嘅寬容同埋熱情，為每個勇敢嘗試嘅生命喝彩。喺呢一度，請容許我再一次代表聖馬大利亞學校，多謝各位嘅出席，讓我哋一同欣賞每位學生嘅演出，讓我哋感受每顆獨特星辰照亮我哋場館每一處嘅快樂時光。多謝大家。唔該，歐校長，有請歐校長會座。好，咁我哋咧馬上就會睇到我哋今日嘅演出啦。但係咧，我哋而家咧準備一個少少嘅特別活動，同係家長一齊互動嘅就係咧，哇！我哋都知道咧，小朋友嘅表演都好緊張嘅。我哋想邀請家長對我哋支持嘅小朋友講一啲鼓勵嘅説話。我哋呢個係限時活動嚟嘅，咁你準備好咗可以舉手㗎啦。我哋只有3分鐘嘅機會啫。小朋友喺後台係絕對聽到你哋鼓勵嘅喎，請大家咧踴躍啲去鼓勵我哋小朋友。好啊！咁我哋咧，翠兒姐姐咧會睇下邊個舉手㗎啦。咁啊，請大家嗌出佢嘅名，同埋咧同佢講一兩句祝福鼓勵嘅説話。我見到啦。好啦，哇！究竟係邊個嘅爸爸媽媽率先同佢講出鼓勵嘅説話咧？我有加油。哇！原來咧係弟弟妹妹嘅支持同祝福喎。好，下一個喺邊度？哇！我見到咧小朋友咧對呢件事咧好重視喎，一定係想自己同自己打氣啦。危天利進，加油！好，加油！聽到嘅自己送個飛吻俾媽媽啦！關禮信加油！哇，最叻嘅包兄弟喎！多謝媽媽嘅祝福。明明加油，明明！哇，我見到大家熱情啦！哇，越嚟越多手舉起嚟。歐陽怡欣加油啊！爸爸媽媽睇住你。哇，收到你嘅祝福啦！蕭書榮加油啊！好，蕭小榮加油！廖成友，爸爸媽咪都喺度，加油！爺爺嫲嫲公公都喺度，加油！哇，一定包埋直播人啦！好，我哋仲有最後1分鐘。哇，我哋呢邊嘅家長咧，加油！醒咗啦，好㗎！喺度支持你哋。好，多謝你嘅祝福。嗱，我哋最後45秒。好，唔該，你有翠兒姐姐嘅解，去邊啊？呢度。阿生生加油啊！好，聽到啦，多謝你祝福。好，最後一位，陪陪進進，加油加油！好，多謝咁多位家長，未講嘅唔緊要，等陣留翻慶祝嘅時候再講啦。好，而家咧，我哋咧今日我哋打頭陣嘅節目咧係龍獅共舞喎，我哋而家邀請咧翠兒姐姐為我哋介紹呢個節目先。我哋而家咧為大家即將帶嚟嘅表演節目，呢一次嘅節目啦，融合咗全新嘅元素，除咗傳統嘅聖詩表演之外啦，仲會為大家帶嚟熟悉嘅歌曲。
希望同學可以喺表演過程中一齊唱歌跳舞。此外，我哋仲將展示龍獅隊即將喺6月參加嘅聯校成獅比賽套路，百鳥歸巢。等我哋一齊期待佢哋嘅精彩表演啦！舞台交俾表演者。
唔該晒龍獅班嘅同學。翠兒姐姐啊，頭先嘅龍獅表演咧就好精彩啦。但我想問下你，你又知唔知道咧呢個百鳥歸巢嘅故事咧係講乜嘢嘅咧？唔係好清楚喎，黃老師可唔可以為我哋講解一下咧？我自己咧本來都唔知嘅，但係咧我已經幫大家問咗阿謝 Sir 究竟發生咩事啦。咁咧事情係咁嘅，喺好耐之前有一隻雀。為咗方便大家記憶，我哋姑且叫呢隻雀叫做一索啦，一索係啦。哇！佢咧就起得一個蛋，係啦，起得一個蛋，係啦，咁就好開心啦，就諗住喺度現場咧安居樂業、築巢、撫養子女啦。咁但係咧知道咧我哋撫養子女唔係喺屋企就得噶嘛，要出去揾食要做嘢噶嘛。咁咧佢就咧將呢個蛋留喺巢度，離開去揾嘢食嘅時候咧，一條蛇出現咗啦。咁咧為咗方便大家記憶，我哋姑且叫呢條蛇做佛地魔啦，係啦。佛地魔咧就出現咗，佢見到咧有一隻蛋，哇，又圓又大，睇嚟好好食喎。
啖就吞咗個蛋啦。好慶幸佢遇到嘅一條蛇啊，因為大家知道啦，蛇食嘢唔咬啊嘛，佢就吞咗個蛋。咁個蛋咧而家喺條蛇個嘴巴入邊咧尚算安全。咁呢條蛇咧就慢吞吞咁翻去住嘅地方咧，諗住消化呢隻蛋啦。就喺話佢慢吞吞翻去嘅時候咧，佢遇到我哋呢個故事入邊嘅主角獅子啊！呢隻獅子唔係一隻普通嘅獅子，佢係一隻見義勇為嘅獅子。佢一見到條蛇個嘴有隻蛋，佢唔係覺得佢係一條眼鏡蛇，而係覺得佢有問題。於是乎咧，佢就翻去條蛇過嚟嘅地方，見到有一隻雀，即係我哋嘅一索，哭啼啼。咁就問阿一索咩事啦？咁一索咧就原本咁話俾佢聽，哎呀，我先去揾啲嘢食，諗住咧繼續撫養我隻蛋，孵佢出嚟嘅嘛。點知我翻到嚟就唔見咗啦！咁我哋呢隻獅子見義勇為噶嘛，於是乎咧佢就即刻向住隻蛇向住條蛇離開嘅方向咧追咗上去啦！哇，好唔容易，終於喺一個好危險嘅地方咧發現條蛇啦！咁亦都萬幸條蛇咧已經瞓着咗啦。咁咧佢就排除萬難，擘開條蛇個口，將隻蛋咧攞翻出嚟，然後咧一路狂奔，將隻蛋咧送翻到佢屋企人住嘅呢個地方啦。咁咧當媽媽再次見到呢隻蛋嘅時候咧，喜極而泣啊！係啊，我哋講到喜極而泣啦！最幸運嘅係咧，呢隻蛋突然間裂開，呢個小鳥我哋姑且叫做二索，破殼而出啊！母子相擁而泣，喜極而泣啊！咁我哋請阿翠兒姐姐咧介紹接落嚟嘅節目咯。係啊，事不宜遲，我哋即刻介紹以下嘅節目啦。音樂係孩子表達情感最美嘅語言。今日音樂潛能班嘅小朋友將帶領大家走進音樂堂，體驗音樂嘅樂趣。最後，佢哋仲準備咗一首歌曲，想送俾學校嘅老師、爸爸媽媽。我哋可以觀察下歌詞裏邊，佢哋靜悄悄咁藏住咗對大家嘅愛。請大家細心留意同埋用心聆聽。我哋就將舞台交俾音樂潛能班嘅小朋友。好，舞台交俾佢哋。
想問下你啦。咁你都知道啦，我哋回歸咗都好耐啦。我哋而家我哋一直咧都係中國人嚟嘅。咁想問下你，講起中國，你會聯想到啲乜嘢咧？哇，當然係 Chinese 功夫啦。三樣，一樣唔夠三樣。三樣啊？啱啱嘅龍虎武師。龍虎武師，冇功夫，仲有咧？仲有啊？我諗唔到啊，黃老師。你係啦，咁其實咧想同大家分享下咧，等陣間我哋接住落嚟嘅表演咧，係同呢個武術同功夫有關嘅喎。咁我想問下你啦，講到武術，講到功夫，你又聯想到啲乜嘢咧？李小龍。冇錯，係呢個60、70年代，咁我哋咧功夫武術其實咧好風魔一時嘅，咁而咧我想講咧，其實就係我聯想到咧，其實係文化創意。大家咧都知道咧邊個係金庸㗎啦，咁大家又知唔知道金庸點解會開始寫武俠小説嘅咧？原來係咁嘅。當年原來咧澳門應該係而家咧呢個游水嗰度叫乜嘢啊？新花城唔係。花果山。唔係新花園係啦。當年咧新花園咧將啲水抽乾晒佢，舉行咗一個咧武術比賽喎。咁我哋嘅金庸先生咧，當年就搭船嚟澳門咧，睇咗呢項武俠比賽之後，突然間深深俾佢吸引住，就開始寫呢個連載呢個武俠小説啦。佢當時咧第一部寫應該就係《書劍恩仇錄》，所以我想講嘅就係我哋中國嘅文化咧非常之多元。然後咧，當我哋將文化結合咗創意之後咧，哇！一種新嘅藝術形式、新嘅小説形式咧就出現咗啦。咁咧，我想講嘅其實就係咧，我哋嘅興趣班亦都可以咧引導我哋嘅同學仔咧開始閱讀嘅喎。譬如咧，我哋武術班同學仔，佢可能咧就中意一啲同功夫有關嘅書啦。咁我哋咧單車班嘅同學仔就可能中意一啲同技術同單車有關嘅書。咁我知道你咧其實喺我哋咧幼稚園咧成日同小朋友講故事嘅。咁我又想問下你咧，你覺得咧閱讀對同學仔嘅成長或者對你哋能力嘅發展有啲咩幫助咧？呢個幫助就大啦！閱讀可以令佢哋開發佢哋嘅想像力啦、創意力啦，仲可以豐富佢哋嘅腦海世界喎。好啦，我哋事不宜遲，不如我哋即刻開始啦！好，接住落嚟為我哋表演嘅係幼兒武術班嘅同學仔，通過學習中國武術，令到同學仔唔單止長身體，仲開發咗大小腦，令到小朋友嘅接受能力啦、記憶能力啦、身體協調性都大大咁提升。舞台交俾各位表演者。我哋唔該晒幼兒武術班嘅同學。咦？好似見到有5隻肥肥白白嘅豬仔喺度行嚟行去喎，仲好似好忙咁添喎。究竟佢哋想做啲乜嘢咧？係啦，
啦，接住落嚟咧，為我哋表演嘅係 K1A 班嘅同學仔，佢哋將會為我哋表演一段耳熟能詳嘅兒童話劇，仲會根據話劇嘅內容啦，排練咗一段舞蹈添喎。哇！大家係咪好期待啊？係啊，好啦，我哋事不宜遲啦，我哋馬上歡迎佢哋，請大家細心欣賞 K2A 班嘅兒童話劇，舞台就交俾佢哋啦。請
跆拳道融合咗千年嘅舞蹈哲學，喺疾風般嘅踢擊中並發剛柔並濟嘅極致美學。每個動作皆刻印禮義廉恥嘅武者之魂，拳腳與學彩共振，用汗水捽練嘅唔單止係體魄，更加係百折不撓嘅戰魂覺醒。以始於禮、終於禮嘅武術精神為基礎，培養出高尚嘅意志品質同埋忍讓謙恭嘅美德，讓學生踢破難關，躍逐夢想。接住落嚟，為我哋表演嘅係跆拳道班嘅同學仔，舞台交俾各位表演者。出嚟，講咧，做乜事你準備？四隻，做三雙旗準備？四隻。跳繩唔單單係一個運動項目，仲係一門結合咗節奏、團體合作同埋無限創意嘅藝術。
接住落嚟為我哋表演嘅係幼兒跳繩班嘅同學，我哋馬上即刻將舞台交俾佢啦。好，唔該晒幼兒跳繩班嘅同學仔。小朋友咧對世界充滿咗好奇心，佢哋咧用一雙純淨嘅眼睛觀察住呢個多彩嘅世界，對於一切新奇嘅事物都抱住探索嘅心態。呢一班小朋友，佢哋嘅好奇心係佢成長嘅動力，亦都係啟發佢哋創造力嘅源泉。佢哋勇於嘗試各種新鮮嘅事物，勇敢咁挑戰困難，從學習中成長。喺呢個充滿奇妙嘅世界入邊，呢啲小朋友就好似一顆顆閃耀嘅星星，照亮住前行嘅道路，為我哋帶嚟希望同埋勇氣。五隻調皮嘅小猴子喺床上蹦蹦跳跳，K2A 班嘅小朋友將會用活潑嘅歌聲同埋生動嘅動作，帶大家一齊重溫呢一份純真嘅快樂。等我哋一齊跟住節拍，感受呢一群小小表演者嘅熱情同埋歡笑啦！舞台交俾 K2A 班嘅表演者。We are K2A. Our family is 5 littl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Ha ha ha. Honey. What happened? Hello, Dr. Pinkford. Monkey Mama is jumping on the bed. Oh, my head so hurt. Oh, no, monkey jumping on the bed. Hello, this is
朋友，佢哋以籃球、啦啦球為魂，熱血為引。呢一套啦啦籃球操結合咗動感音樂節拍同埋律動嘅美學，展現咗力同美嘅極致碰撞，引爆全場沸騰能量。佢哋手持閃光啦啦球同埋籃球，喺躍動節奏中綻放住團體默契，用肢體詮釋無畏嘅青春，化為活力嘅舞台。我哋事不宜遲，將舞台交俾佢哋啦！唔該晒 K2B 班嘅同學仔，愛音樂嘅孩子往往擁有住一顆敏感嘅心靈，佢哋能夠用音符嚟表達自己嘅情感，用旋律嚟述說自己嘅故事。
當佢哋聆聽到動人嘅音樂嘅時候，眼中會閃耀出無限嘅光芒，彷彿整個世界都因為音樂而變得更好。呢一班小朋友，佢哋唔單單係音樂嘅聆聽者，更加係音樂嘅傳播者。佢哋樂於分享自己嘅喜悅，用音樂為身邊嘅人帶嚟溫暖同埋感動。佢哋嘅熱情同埋才華，常常都可以感染身邊每一個人，讓呢一個空間都充滿咗愛同埋和諧嘅氣氛。喺呢個充滿住音樂嘅世界裏面，呢啲小朋友就好似一朵朵綻放嘅音符，彼此交織住，共同譜出一幅幅動人嘅樂章。佢哋嘅音樂之愛，將會成為佢哋未來人生中最美麗嘅旋律，永遠喺心中回盪，為佢哋指引住向前嘅方向。人生總有甜、酸、苦、辣。KVC 班嘅小朋友，以下將會用不同嘅樂器為大家呈現《Mamma Mia》，期望大家能夠品味每一句歌詞，喺品嚐人生五味嘅時候，都可以用積極樂觀嘅心態去面對。舞台交俾 KVC 班嘅同學仔。哇！
唔該。唔該晒 KBC 班嘅同學仔，小心啊！好，安全第一嚇，安全第一。係啦，跟住馬上輪到嘅咧係 KBB 班嘅小朋友，佢哋即將要為我哋帶嚟活力十足嘅 Try Everything 運動表演。年紀輕輕嘅佢哋不怕困難，勇敢嘗試去挑戰自己。只要佢哋用心去做，努力付出，就值得大家嘅鼓勵。等我哋一齊為呢一班勇敢又可愛嘅小勇士一齊加油啦！等我哋享受呢一場充滿歡笑同埋勇氣嘅演出，我哋就將舞台交俾佢哋啦。係啦，記得注意安全喎。
接住落嚟嘅表演呢，結合咗感染力強、充滿活力嘅音樂，大家呢一齊嚟感受律動帶嚟嘅快樂啦！舞台交俾 KV 班嘅同學仔。KVA 班嘅同學仔，好。黃老師睇完咁多個表演項目，你最中意係邊一個啊？哇！同學仔咧喺舞台上嘅表現又大方、有自信、又有氣質，我每一個咧都好中意啊！我都係啊！今日嘅活動咧得以順利展開，圓滿成功。除咗有師生合力同在座咁多位到場支持之外，仲有一班落手落腳協助活動嘅義工家長。而家我哋請高燕常校監上台為我哋頒發義工家長感謝狀。有請以下讀到名嘅家長、義工家長上台接受感謝狀同埋合影留念。以下排名不分先後：陳希陽家長、殷子希家長、洪康橋家長、蕭書穎家長、關其慧、關少瑩家長、李心橋家長。有請。好，今日咧
為我哋咧幫助我哋呢個匯演活動嘅家長咧，當然唔止咁少啦。但係咧，我哋會將一部分嘅感謝狀咧留喺我哋下午嘅小學場咧一併頒發嘅，因為咧好多家長唔少嘅家長咧都會留到下午咧，為佢哋咧可能喺小學嘅仔仔女女啦，繼續去幫助我哋呢個匯演活動嘅，係啦。咁咧亦都喺度分享下啦。如果咧家長對我哋小學嘅活動感興趣嘅話咧，亦都可以咧通過我哋嘅直播連結係啦，留意下嘅小學有啲乜嘢學習咧，小學有啲乜嘢興趣班可以俾你參加咧，都可以通過我哋嘅視頻了解下嘅。好，望住前邊，係啦，望向兩個攝影老師。OK， 唔該晒攝影老師，唔該晒居二場校監，唔該晒各位義工家長，請到台下就座。現在有請符正文老師到舞台上為我哋帶領結束祈禱。有請符先生。請各位起立。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慈愛嘅天主，感謝你祝福同眷顧今日每一位演出嘅小朋友同小學嘅同學，讓佢哋熱愛同享受呢一個舞台，好能發揮佢哋嘅潛能。同時，亦都感謝你賜俾佢哋良師，悉心咁培育佢哋，激勵佢哋成長。我哋亦都好感謝在座出席支持佢哋嘅家長同嘉賓。適逢今個月係聖母月，讓我哋都一齊誦念聖母經，感謝聖母媽媽嘅眷顧，讓今日嘅才藝匯演喺祝福中圓滿成功。而家我哋一起誦念聖母經。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阿們。花地瑪聖母，聖女瑪達利納加洛撒，聖女帕基達，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請各位坐下。好，唔該晒符先生。接住落嚟係我哋大合照嘅環節，咁我哋咧會請晒所有嘅同學仔咧回到座位上面咧，同我哋嘅家長同我哋嘉賓咧一齊影大合照喎。咁而家咧我哋請攝影嘅老師嚟到我哋舞台上面先。係啦，攝影老師已經上到我哋舞台上面啦。咁我哋大家準備好之後咧，就會請攝影老師咧同大家影大合照㗎啦。好，我睇下同學仔先，係啦，同學仔咧已經陸續咧去到佢哋嘅座位上面啦。好攝影師都企好啦，我哋都落埋去啦。咁我哋一齊咧睇攝影師俾我哋嘅手勢喎。係啦，同學仔準備啦。好，原來已經完成咗一張咯喎。我哋一齊望鏡頭，預備，1、2、3，笑。好，唔該攝影老師。2024-2025學年才藝匯演圓滿結束。現在我哋用掌聲歡送我哋嘅嘉賓離場，掌聲！